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讲到最近啊，讲有要修法，讲到这个诈骗啊，要甲修甲真重，但是安尼敢无效？实在讲，台湾人真好骗，台湾人嘛真容易骗。那么骗东骗西是骗什么呢？骗现款、骗投资、骗绑架、骗急用啊，骗未完。动法敢有效？今仔日咱来讲骗。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退休的刑事高仁和高警官。平林你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的职业律师朱业群朱律师。主持人好，我是朱律师，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的资深的社会记者王昭斌。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副教授王碧琪王教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传大学王碧琪。那么首先，咱就来先来关心啊，讲这个动法诈骗，那么到底是安怎呢？因为甘保济，那么诈骗事件引起了国人的关注。那么去年这个台版的甘保济事件呢，造成了3个人去用凌迟来死亡。那么法务部提出了刑法的修正草案，针对着诈骗集团剥夺被害人行动自由的过程当中，来致数的。会加重刑责，相当会当判处着无期徒刑。去年发生的台版的甘保济事件，震动着社会，有61个人去用关，其中3个人凌迟致死，所以法务部要来启动着修法。去年发生的台版甘保济事件震惊社会，有61个人从尸体下关起来，其中有3个人从虐待死亡。对此，法务部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对着诈骗集团剥夺被害人行动自由，过程中造成死亡，会加重刑责，相当应处无期徒刑。如果诈骗集团导致犯罪被害人有妨碍他的自由、施以凌虐或导致他受伤或死亡结果产生的话，我们都把它独立成一种加重的犯罪类型，甚至加重他的刑责，最重可处无期徒刑。法务部讲，打击诈骗专案的成效到1月2日为止，查到电信网络诈欺牵涉私刑加金的案件110件，被告421人，关押128人，查扣不法所得总共2443万元。法务部指出，诈欺犯罪已经变做暴力犯罪，经由检察官查缉加重处罚，才法度阻止诈骗暴力犯罪。不过，这阵诈骗的形态走向集团化、跨国化，也增加检警查缉的困难度。有律师指出，民众被骗到国外，迫切需要是向外来求助，敢若靠提悬刑度、强加魔度来阻止犯罪。那可是我们要遏制的，基本上是我们是希望能够避免说他被私刑拘禁，会把他送到国外去的。送到国外去跟后面的结果加重是两件事啊。他们透过这样子的加重结果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实际上的效益并不会如他们所想象中的那么大。这位赖香玲支持修法加重刑责，也认为警政体系爱提升办案的能力，才法度有效对源头来监管，阻止愈来愈猖狂的诈骗集团。记者综合报道。我首先要甲观众朋友来说明，咱今日要讨论这项代志，主要因为实在是咱台湾人，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窗、你的过往的好朋友，你真正凊彩听，你就知影讲哦，有人去用诈骗过，轻的可能几千块啊，嘛重的嘛有5000万、8000万，尤其去用诈骗的人，家己啊变做讲会有这个自责感。感觉讲啊，我对不起家族，我对不起自己，对天对地拢对不起，啊，心内的感觉啊，真感受真深。但是咱来看，这个修法吼，咱首先来看一下，即马现行吼，诈欺罪这私刑拘禁吼是5年以下，但是要加重吼，加重的就是讲剥夺行动自由罪。吼，现行的剥夺行动自由罪致死的7年以上，要加重讲要来死亡是，你若讲创到死亡期是无期徒刑。尤其要来暂定的是加重诈欺，那尤其是网络顶头用 deepfake， 什么叫 deepfake？ 那真侪时大人唔知讲互大家听，就是小等就招宾兄还是讲其他来宾的人讲，就是这个网络技术，甲你面搭别人的面。甲你骗，这个 deepfake，
的手段吼是判1年到7年。那么另外还有结合犯啊，诈欺啊加着剥夺自由是10年徒刑。但是那是普通的诈欺，在这个内面并无范围哦。警官，你感觉咧？目前咱看这个法务部长有讲，这个诈欺犯要加重这个刑责啊。伊这个出发点是真好，但是我个人认为做袂到，因为咱目前来讲，伊这句话，互我个人听起来是一个虎口号。安怎讲呢？因为咱的目前法令内面对诈欺犯吼，咱以进前所有犯假案件这车手啊，就是领钱这诈欺犯啊，平均册啊判刑3年以内。那3年以内，3年以内吼，伊也内面表现了较好吼，2/3、2年就听我关出来。1年半就好通出去。差不多。啊，所以定定咱台湾一句话就讲，一审你甲你重判，2审减一半，3审等于食地卡米线。这就是咱即马法律是安那会使讲，但是做袂到。啊，因为我真希望讲，你今日法务部出来表现啊，讲啊，咱就即马即对这个或者诈欺犯讲拘禁，啊，这个令他死亡哦，相当会使判到无期徒刑啊。你讲法真好，但是请教做会到袂？你若做会到，咱若讲台湾的老百姓甲你拍扑啊，讲咱即马司法改革。啊，你若做袂到，后壁控告律师一直甲你拍官司，拍到尾啊，拍到无代志，这个案件淡忘了后，这个案件无去啊。哦，所以警官，你的意思是讲，可能有这个法律伫的，但是拍官司1审、2审、3审来，等去食地卡米线过火了就无代志。是，所以咱会使有所有较早莫讲诈欺啊尔，包括杀人、强盗、抢劫。这是死刑犯，警官，你隔壁做这是律师呢？啊，所以这正专业的，我讲的拢是咱当今社会的发生的，啊，这不应该踮在咱这个民主的社会。我今来甲请教一下周律师，敢是这种情形？确实来讲啦，即卖司法的现状确实是安尼哦。那么这牵涉的原因吼，会使讲是法院一般的做法，基本上判刑袂往上重的刑度来判。那么一般老百姓的期待是讲，哦，法律定无期徒刑，我希望讲这条罪你犯落了后，你就会当判到无期徒刑，刑被害者一个公道。但是呢，法官在这个裁量的时阵，伊会去考虑到真侪因素。第一，这个人是毋是有前科？第二，伊是毋是有所谓这个后悔哦，有认错，哦，甚至有和解等等。要靠要提案呢？哎，对，啊是讲伊的家庭背景。哦，这拢会考虑入去。哦。那么考虑入去的结果，可能就会造成讲实际上会判刑，无一定是一定要抓较相当的这个水准。哦，所以常常会变安尼。是。无唔对。那所以那加4年哦，不可宽缓，安尼，敢有可能？这法律可能无法度安尼写啦。大概是无可能。可能无安尼写啦。啊，我要补充一个物件。是。咱目前即马遮定的所谓法吼，是因据咱中华民国律法。遵守内面所有一寡刑法，啊，但是咱有一个法觉哦，咱即马囚禁这个人被害者，咱警方救出来这61个死亡3个，救出58个，这被害者，你有发现到一个最重要的代志无？抓到的拢是一寡下骹手啊，正港的线头总囝你无抓到，所以你判到刑，判到这下骹手啊，讲我白听算大罪啦。啊，正经头伫外口，伫国外你。啊，所以咱会当加一条讲集团的首脑哎呀判死刑安尼，敢有可能？唔，这个部分应该是无啥可能。无可能嘛。啊，但是即马你因为伊甲一个所在会切断伊所有顶员的联络方式，所以你甲这勘站你无法度抓源头啦。咱讲的马上关起是归关的啦，但是你抓起来拢是一粒一粒的啦，所以你无在了关归关。这无法度抓到。目前无法度，因为咱国家目前刑事警察局冇公开讲。因为足侪国家甲咱无邦交，甲咱无一寡刑事配合，所以伊去迄个国家的时候，你根本就无法度甲引导，根本就对伊无法做啊。哦，就无法度引导。这小叫你来请教着律师吼，先来问焦斌兄，他咧摇头讲无法度抓着，无法度抓着安尼，安怎讲？这是安尼嘛？我要做这物件，我出钱嘛，我来做这集团，我叫一个狗囡仔去做车手啦、水房啦，有诶无诶，甲来分工。我做老大诶，我人一定去顾我嘛，我用机啊来操作好啊。我来操作时阵，我咧用外口人，我咧洗钱嘛。因钱领了是摕我洗钱出代志，人家人去掠关了，你要了啊，
足拼的啦。因为你掠到我，第二你有法度证明讲我算首脑啊。你有法度证明你甲掠着，你稍无起跳啊。所以讲你今仔日即个法律修入去，我是因为安尼讲好啦。你要修法是会使，问题是就像刚才讲的户口号啦。我讲啊，照我听啊，掠着要判无期啦，要判死刑啦，无效啊，就敢若讲拍官司拍到到底足久的啊，旷日费时嘛。判到伊无期足拼的，包括即届也3个死去的，3个死去的遐几个主嫌讲要要甲判无期，我那足拼的，因为后面他看后面。后手呀，像他律师讲，考量因处理安怎。我若去讲啊，我唔对啊，我回忆，我反正那个我很乖，还人非我。哎，我不应该啦，我一时打无打卡错，我唔对。你要判无期，嘛无可能啊。所以讲，我若从台中安尼涨着，相当判死刑，台湾无法度啦，就拼啦。那是对犯罪防治来看，王老师，你感觉咧是对修法这边来开始做，还是对咱自我知觉讲，咱卖互伊骗，还是讲有一种讲法讲，其实这下骹手的人真侪帮助犯吼，你甲判较大的，判较重的，伊就唔敢，伊就找无骹手，这都是一种方式。其实。首先吼，即届迄或者修法，我是肯定啦吼。但是肯定来讲，一个问题是安尼，就是讲有人牺牲，才变成讲出人命再来修法。足侪案件拢是安尼，即届可能上重啊，即届13个嘛。就是13个才来修法。所以才来修法嘛。修法来讲，这基本上的利益是良善的，这阮是肯定啦。你讲一个严刑峻法有效无？足侪研究是讲，若讲第一期有效，长期就歹讲啦。但是我感觉这个时间点来讲，可能毋是一朝一夕会当看出来，可能差不多半年以后来看后壁的情形，看是安怎。你讲主持人拄仔咧讲着，你讲一寡帮助犯，还是讲遮拄仔来宾有咧讲着，车手，这车手是毋是爱甲重判，还是爱甲迄个是毋是会当人讲的杀鸡儆猴？可能加减会有效，但是。我定咧讲啦吼，你这车就向涨去，就是搁一批新的搁补入来啊。因为这是安怎，这就是这利润伤过好啊。这利润好来讲，就是讲你这补去，搁来加入。我定咧讲啦，有当时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啦，赔钱的生意无人做啦。所以即便讲这个代志是可能会有一寡限度，嘛是人会烧钱要做，因为伊的利润实在是袂歹啦。问题是安尼。虽然高风险，但是利润袂歹。是啊。见看，他拄仔讲着讲。若是甲即个帮助犯，还是水卡，还是这下骹手的人甲判较重刑，是，你感觉讲有效吗？伊对王老师头仔讲，这短期可能有效，短期、中期是无效。无效啦，因为我坦白讲啦，因为你啊掠到下底一寡沙啊吼，敢若较早咱台湾有个咧提波罗摩吼，你都爱掠大头，唔有效，掠大头根本就军官甲断掉，敢若讲个这早起你就要甲断伊金流啦，伊金流你甲断掉无钱啊。无钱通我你啊，这下骹手啊无趁钱，无钱通摕的时吼，你判这下底的囡仔，拢你别看吼，平均咯，掠到的平均年龄拢是18岁、17岁至25岁哦。啊，这囡仔你甲判重刑、判无期徒刑，其实我讲真个，你喺后壁趁钱、算钱遐的人，根本就无咧插你这囡仔。但是这囡仔有偌侪原生家庭带的。一寡爸爸妈妈在拍拼单亲，阿公阿嬷咧带这囡仔，无人去发觉这是个另外一个点出来啊。但是所以即摆这个囡仔伊袂去受后摆，结果是安怎？伊只是会想讲，我即摆现去领到钱，现去摕到钱，我明仔载落底下有通用。我即摆顾这个人，我马上有钱通去摕。伊袂去甲你考虑讲啊，我去用掠到要安怎？我去用判刑要安怎？伊袂去考虑这个。啊，这个拄咱教授讲的，这批你掠走了，后一批过来啊。因为这个物件利润悬，你今日要去叫你徛便利商店24小时12点钟，伊个囡仔甘愿做10点钟的头路，听我你做一个月，机会成本啊吼。对，所以台湾目前我是认为讲早期这个部分吼，爱刨根吼，就是你要断伊的金流啦，断金流断金就是最要紧的物件。这个金流你断掉了吼，人讲啊，你落较侪物仔落去吼，落较侪金钱落去吼。无迄个回本转来时吼，伊就袂做啊，伊就袂做啊。这我来请教律师吼，这江基吼，朱律师吼，伫台中是专门吼，你处理这种案件吼，已经有20-30档啊吼。来请教你，在你过去经手的案件内面吼，上离奇的，或者是讲你会发现讲，其实吼，要
断筋吼爱亲像头头高颈管管，迄金流爱甲禁起来，但是金流禁起来，头头即个招兵兄讲啊，讲伊直直咧国外逍遥法外，啊，这是要安怎处理啊？这其实吼，实务上阮发现要断金流这件代志，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即马的钱毋是干那会当透过汇款72变啊！对，即马有一种物件叫做虚拟货币。哦，你知影？即马阮发现有一种新的洗钱的方式，就是讲诈骗集团伊骗来的钱，伊毋是要摕钱，伊用购买虚拟货币，伊去买即个虚拟货币，伊找到网络的卖家，哦，来甲你讲，哦，我要甲你买偌济泰达币，我要甲你买偌济比特币，哦，安尼啊，卖家都要提供账户给伊嘛。那么提供账户给伊，被害者伊就用伊的口座给被害者。啊！被害者家己汇入去卖家的即个口座，卖家就甲虚拟货币交互即个诈骗集团。啊！诈骗集团摕到啥？摕到虚拟货币，伊就浪港啊，伊就走啊。啊！卖家摕到被害人的钱，那么伊摕到啥？伊是交易所得，伊是卖物件的钱啊，伊是合法的啊。哦，是交易所得。所以讲，你种虚拟货币无国际的特性，无国际。你要安怎去断伊的金流？这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算讲伊无几个手了啦，对，伊无几个手啦。伊根本无经过。有可能是一个集团，伊家己这虚拟货币嘛是伊家己卖。哎，咱今仔下课就免讲啊。唔是，但是这即摆我著讲意思就是讲吼，因为咱台湾即摆是变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水房啊。咱讲的水房就是讲国际性的水房哦。真经诶。这安怎讲？这个讲起来是真悲哀啊！因为所有吼，你甲看吼，所有的报告显示讲吼，不管中国、美国还是欧洲各地，所有互骗入来的钱，占80%以上踮台湾，这钱汇入来台湾。啊，台湾是安怎遮侪人头的货？因为较早咱台湾要去柬埔寨，迄是甲你骗去啊，拍手机啊，拍电脑，共诈骗。但是即摆是甲你兜起来，卖互你走。你这假的你这个户头哦，互我用到袂用的哦，来我帮你走。啊是你干那要纯粹卖我5万块，无你甲我带15天，用到袂用的20万，啊你要领20万，咱要领5万，我甲你带啊，我甲你带，你都提供我食，我带到这个口座袂用的，我20万通领啊，啊但是敢有领会着，啊是不领袂着，这叫做警示账户。啊，我即摆讲的意思就是讲，台湾有遮侪人要摕牺牲伊家己的信用，摕即个咱咧讲的即个存口座互你明知啦。这被害者我甲你讲99.9%你拢知影的啦。是安那你要我提供伊这个人，因为啦无钱无钱啦，你就即摆摕去伊就现金要提钱给你啦哈。对，加减率啊，所以即摆这就是银行的制度内面哦，你即摆较早办一个户头吼。上早是足简单的，我签一个委托书来，你替我去办一就有啊啦。尾啊，咱双证件、双证件了，即摆甲你翕相啦，翕相即摆诈骗集团徛喺边啊，叫你家己去你家己去办。但是银行伊袂去查你内面口座到底本来有钱啊无钱，伊袂去插你啦，伊干那一个空口。这嘛爱守法嘛吼，律师。是，这上重要。这嘛爱守法。其实台湾即摆金融界针对这点已经像拄啊，恒恒你讲的，已经是做到非常的严格啊，但是。还是差不。安尼讲，都道高一尺，对了，魔高一丈啊！诈骗吼，以我个人的经验，我个人甲诈骗集团这个交手的经验，会使讲诈骗的手法，会使讲是推陈出新，一直翻新了，一直翻新，真正是。最近有啥物较新的无？咱来图妞，大家也知影，大家毋是要假派哦，就听看嘛。是吼，这真正先声明，毋是要假派。阮最近发现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讲，往往咱较早发现，就是讲，少年人出社会找头路，有可能去诈骗集团骗啥？骗口座，骗口座去创啥？去骗别人的钱。这种的，这定来听到嘛？好，啊，即摆阮发现一种新的诈骗手法。少年人伊去求职，提供口座给诈骗集团去使用，那么诈骗集团看起来去骗人的钱，骗人的钱甚至被害者就去报案。报案了后，就去宣传去抓到这个少年人，讲啊，你提供口座给这个诈骗集团使用，啊，诈骗集团当然是抓袂到嘛，就拄啊现讲的。好，啊，即摆这个少年人，伊敢若讲，就会甲起诉。那么像拄啊现讲的，这少年人伊拢来自一寡
单纯的家庭，老爸老母会紧张啊。啊，我囡仔咱去找一个头路，就去变诈骗集团的共犯。啊，我想办法，我来甲诈骗，我来甲被害者和解。和解了后，我是毋是会当有机会反起诉，有机会缓刑？好，啊，当然和解的经验就是被害者回入来的经验嘛。爱钱嘛，10万就是10万，20万就是20万嘛。到这啊有啥物问题？好，你是毋是在避钱给这个被害者？结果这个被害者根本就是演的。这个被害者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因吹来的。不要，哦，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代志。就是被害者其实是加害者。无唔对。哦。但是这种手法，其实连检察官都看袂出来，因为伊被害者伊被骗的，被害的经过所有的资料伊拢有。伊可能是网络被骗，伊可能是受到简讯，伊可能嘛是其他的这个分期付款的操作等等，伊拢有过程。伊过程看起来，伊就是被害者，所以当这个少年人去用抓到、去用起诉的时阵，法院嘛通知讲被害者讲，这个找到共犯啊。你调停来看来指证。对，还是讲你会当来行使来这个主张你的权利，伊主张权利当然都会要求讲安尼看会当和解，赔偿的。就总讲无爱和解，我当然嘛会当提起这个附带民事的赔偿。那么这样阵就发现，你就发现一个代志，第一。少年人的口座内底，被害者汇入的钱走去贷，因其实被害者的钱已经诈骗集团已经摕起来，因为少年人领出来嘛，系啊，所以诈骗集团伊无损失啊。那么第二，少年人去起诉了后，紧张，惊去用起诉，惊去用判刑来和解，搁摕一解钱出来，一只牛放两摆皮，这条钱才是诈骗集团要摕掉。所以，这是非常新的手法，相严的吼，这相认的吼，焦斌，他对这种代志，这完全无法度防治啦，变做咱家己的自我境界的吼。这我是第一个听到啦，啊，不过即摆同心的吼，还佫有一种啥啦，敢若讲中央邮政，啊，像一家快递公司，我打电话给你，讲我交一个包裹要寄你的，啊，不过你要先付邮资，啊，要付的邮资可能无多，可能30块，可能50块。啊，有讲啊，这物件哦包足水的啦，这物件要交你的，啊，邮资啊先叫你付者，啊，你想想来讲，啊，这钱也无来这钱啊，第二开箱的乐趣，伊就甲你讲，那你要信用卡支付嘛？敢若抽福袋，抽福袋，你要信用卡支付啊，伊甲你摕信用卡卡号，再来摕后壁迄个3字的授权码，摕去，然后摕去了，物件伊袂叫你嘛，摕这物件去外国买这名牌包包。手表啊，有诶无诶，买物件后手再摕去销赃，这是即摆同心诶。啊，这物件你根本防不胜防啊，因为你会讲有物件要缴啊，啊开5张开3张，那是毋值钱嘛，邮资要付顺，你就掉车。那是贪便宜的心态哦。贪便宜啊，其实大部分的诈欺很多拢是利用这机会，甲你骗的嘛。你若讲卖小贪的话，基本上拢袂向骗的。这我要问犯罪心理专家吼，王老师。咱一般的人吼，小贪，小贪你当然软过人，啊有的是利用你的善心，利用你真惊吓，佫有啥物其他的代志会互你感觉讲哇，这我不得不一定爱听从这个打电话来的人，还是发简讯给我的人，我应该爱做。这在恁的这个研究里面。首先哦，我是要甲大家报告者，伫美国其实有安尼的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遮个或者被害人，对诈骗的被害人的心态是安怎？因的归纳吼，美国教授归纳差不多有3点。第一点是安怎？第一点就是讲，变讲咱有缺乏，咱讲缺乏足够的知识，是安怎讲？变讲你咧看嘛，一个代志，因为咱变讲咱基迄个或者柬埔寨为例就好，柬埔寨咱无了解迄个国家。咱嘛对进前，那跟已经知影讲哦，迄衫可能伫遐做的，可能安尼尔，其他拢毋知影讲伊迄国家的情形是安怎。所以讲有当时啊，对这个国家无了解，还是讲你本身你若讲你对这个金融的商品无介了解的时阵，都有可能去吓去，去骗。哦，你讲这投资上一定会赚的啊，但投资一定会我，这就是无足够的知识。啊，讲咱讲的。国语讲的好做心理脆弱，就是讲，有当时啊，按安尼来讲，就是讲，这个代志来讲，就是讲，无了解，还是讲啊，搁拄啊，照片有咧讲贪，
贪这个代志嘛是一个重点。所以讲，这是第一点，伊讲的分析第一点的情形。啊，第二点呢是啥物情形？就是讲，伊咧讲吼，我着对这个对方真信任。也是讲，我反正我有甲你承诺信任你是安怎，但是我咧讲，你若讲踏出第一步，可能就是渐渐迄个过去啊，一步一步，但是死亡的概一步错，步步错，就是安尼，就是一步一步，就是迄个叫砍去啊。这第二点，因分析出来这个部分。啊，第三点就是讲，啊，尤其咱中国人，咱华人有一个问题是讲民主的问题，你用便宜啊，民主问题。啊，无偌济钱啊，3万块、2万块，有当时啊，有当年岁较大啊，惊见效。准煞。嘿，我江湖走跳一世人，拢无失手过。啊，这道5万块、10万块掂落我，那无转来，歹势。啊，有当时啊，中国人尤其是安尼，你讲可能伫外国可能佫还好，但是咱华人的世界有当时民主，看民主报也是高。民主吼，有当时不愿意去求助，你跟他歹势啊，无要紧，这条怎吞落？所以讲，因美国的真正有人研究是这3大项。咱整理者，第一就是欠缺相关的知识无毋对。吼，唔知影圆啊变啊，对。第二个就是现金，利用你的现金。吼，第三个就是民主。对，不愿意求助，无愿意去寻求帮助，就是民主问题啊。所以我就讲无你见效，惊见效啦。重点是安尼啦。啊，若有一种叫做浪漫诈骗。哦，有哦，迄是真正，迄就真正讲你讲是什么医生，还是讲什么伫外国证书？军官，奇怪啊，哪有遐一军官？香港啊，跑马会的副会长，阿富汗的啦。我那奇怪，拢阿多啊，拢一个比一个较缘投，啊奇怪咧，啊大家拢在做医生，哪有遐拄好？啊大家拢拄啊调伫遐，讲什么海关的。我嘛有收到咧美国在台协会吼所发的这些声明，讲恁若有收到讲。看起来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的面，但是迄英文怪怪的，你就要注意啊。但是一般人其实嘛唔知影讲这英文是唔是怪怪啊？唔是，佮偌趣味咧。你讲伊是阿毒啊，但是伊用咱也是甲你讲中文，我唔足厉害，也是用微信甲你讲中文。我唔知影这阿毒中文遮好呢。伊嘛袂感觉奇怪。有当时人讲啊，定定讲爱情冲昏头就是安尼啦。啊，一寡人就是讲，可能进前啊较无相关的经验。我就是安尼，那安尼啊，就讲中文的，伊嘛信啊。啊，你去汇款，你讲无啦，这是我算讲未婚夫啊，未婚妻、未婚夫啦。啊奇怪，啊毋捌看过，讲就要结婚啊，真奇怪咧。咱咧即个开讲的时阵吼，招聘有讲统计起来，受诈骗头一名的，甲第二名的，一般拢是虾米人？这经讲他有做分析啦哦，第一名上悬的哦，就是啥高知识分子。哎呦，在座四位哦，这讲起来其实哦，就讽刺的啦。这可能是为着民主问题。不是，你想哦，照讲来一般人认知是讲啊，我对社会哦学识渊博嘛，社会捌透透。啊，毋过伊甲这个社会，人讲社会事哦，会接触足少的。脱节。安怎讲咧？我上班下班，我拢伫可能我可能教册，我可能伫一些高公司一些面工作，我无时间嘛无机会去甲这社会事记者，嘛无咧看新闻。那可能伊的生活上，伊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做工课，啊不得不家己人接到电话，大图甲伊讲什么？伊就160去啊。啊，第二项，伊又会搞护士，医护人员。安怎讲啊？因为因大部分8成以上爱轮班嘛，啊早班、暗班、中班，早班、暗班、中班，下班我忝啊，忝我就困，起床食饭上班，下班困，放假时我要去娱乐，我啉酒唱歌去佚佗，我根本无时间去看新闻，无时间去看个社会，什么代志我完全无关心嘛。我刚刚讲知影讲，我今仔上班就忝啊，我放假我要来去疯狂一下啊。因这物件较会骗，因敢骗钱尔，护士会向骗色。浪漫诈骗，真侪护士会因为安尼嘛向骗色的，嘛真侪。哦，排头两名。较早就有一个护士要骗过800万的，啊，还有一个中研院的院士，查某院士，这新闻足大条的啊，叫骗1500啊多。哦，所以高知识分子在座4位都有可能性的啊。紧问伊啊，伊讲一句话足趣味哦，用我无看新闻的。是哦，我不看新闻。敢有律师用骗的？较罕啦吼。就我所知，应该是较无啦吼。对。但是在你的被害者当中，是不是这种情形？头一名是高知识分子，第二名是护士，还是讲这个情形下，你的这个经验呢？当然，
拄只记者你讲的吼，小编你讲的是统计的这个情形。那么如果以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我认为最近来讲啊，比较几率较悬的，真都是少年人。哦，少年人。哦，最近的少年人，尤其是拄啊出社会的少年人，哦，影响诈骗的这个机会愈来愈悬。哦，这个大概分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咱拄啊讲的找头路，找头路伊有可能是提供口座，有可能是替公司领钱，哦，还是讲哦这个转钱，哦无意间变成这个共犯。第二种是啥？贷款。最近我拄到足侪这种案件，因拢是安那，因拢是去合法的知名的这个贷款代办公司的网站内底去登记资料，讲哦我要贷款。哦，当然这就有告诸外涉的问题，伊的资料去哦诈骗集团摕到，安尼啊因都无从这个贷款公司的人来找伊讲啊，你要贷款哦，我是什么某某专员，某某贷款公司的专员，伊嘛是有拍子。哦，啊来找你记名讲哦，哦，安尼然后互你资料去填，然后伊一定甲你讲啊，你的信用、你的资金无水，你的口座资金无水，无要紧，阮公司有种服务免钱，阮汇资金互你，甲你做资金往来，互你的资金较水的，你的信用分数较悬，会当你银行贷到较侪钱。少年人听到是毋是感觉我本来就是无钱，才会要贷款嘛，所以我口座内底一定是无啥物钱咧出入嘛。啊，你会当用你的钱，互我出入，啊出入这钱无可能是变我的，你一定是汇入，我一定要领现金嘛。所以钱汇入来，啊你就叫我去领出来，公司就有人原来是挂拍这个拍子，甚至请制服来讲好，啊这条钱领刑务公司啊，好领来刑务公司一条、两条、三条，这拢是诈骗，这拢是被害者的钱，安尼少年人就变成诈骗集团的共犯。帮助犯。好，结果阮办了这个案件，然后你司法院的网站内底拍咧。发现这种案件非常的多，甚至因夸张到什么程度？因的利用的名、骗的公司、迄个内底的这个账号，拢一模一样，拢同款。哦，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所以同款的手法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对。啊，这就是拄啊，赵斌你讲的，这少年人可能因平常时啊工课无闲，伊嘛无去注意到新闻。伊嘛无去，甚至伊嘛未去找这种资料，讲，这到底是啥物情形？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这款的代志，嘛是有人少年人去互骗。那么我发现少年人去互骗的比例愈来愈高。哦，这就是利用即摆这个社会气氛的吼。对，刑事啊，你这老刑事吼，那过去甲今嘛吼，这个诈骗的这个变化吼，有当然骗是。应该是拢用做喙落去骗啦，吼，应该拢共款迄心态。他说王老师啊讲，一种就是缺乏相关的知识，第二种就是信任，第三种民主。除了这以外，啊，佫有啥物心态、心理？你做刑事的过程当中，你发觉，互观众来理解一下，啊，处理事实啊，还是时代来注意。咱即马甲即个时钟吼，甲倒退路。你个想着差30年当前吼，30年前啊，哄骗的大部分拢是阿公阿嬷，在菜市啊，啊，甲只偏向搭一个我就讲去，我唔知，我就金光党啦吼，啊，金光党，迄是金光党2个至3个串通，甲即个阿公阿嬷，啊，阿公阿嬷拄啊，老师有讲过，迄爱民主，唔敢讲，其实伊就是小贪，迄每一个阮有破解即个金光党。你甲讲安全。对，啊，因为你甲讲的时阵。吼，这个戆的吼，伊摕10万块互你，啊，你这10万块有阿公阿嬷讲袂，我袂摕钱。伊讲毋是，这10万块互你做功德，互你囝儿4岁，互你读福报，有一个福田安尼啦。我阿公阿嬷听真欢喜，我搁做善事，我搁有10万块通这个利用你的善心嘛。善心。过来慢慢啊，开始有手机啊时阵吼，来一开听落来，爸爸妈妈哎呀，哭。啊，你册无囡仔，这囡仔在读册啊，安尼哭，迄就是手机啊开始甲你诈骗的啊。迄哭来要甲你讨钱啊！讲我去用拍去用那迄囡仔，迄早期迄无手机啊，通互你看到迄落会使显示的啊！啊，所以你听到这个电话你会惊啊，有时接到你会惊啊！你也家己无娶某无生囝，你就加叫2句啊，你就叫老婆你就做你叫啊！啊，慢慢啊来就是香港的马会寄来讲通知你讲你得奖啊！啊，得奖你要付5%的这个税金，哦啊后壁奖金再互你。啊，就是这慢慢啊，一步一步骗。啊，这骗的部分你有甲看哦，拢隐藏在后壁，藏在后壁。伊朱淑玲吼，
上较早阿公阿妈是吼面对面的吼，迄是骗老人的，啊到后壁开始咪后壁用电话骗的，啊骗的后壁是用假，甲即阵来为止吼，光明正大。即摆安怎讲光明正大？拄好咱律师有特别介绍啦，讲即摆这少年囡仔，哪会这容易去用诈骗、摕去利用呢？因为这囡仔拄啊出社会，伊要去找一个头路安尼啊。伊可能踮咧咱的一寡网络顶悬要找头路，但是即要找头路当中，去互诈骗集团锁掉了后，伊要贷款奥多麦也好，要贷款学贷也好，但是这个人真夭寿骨啦，这个人利用这个囡仔的吼，会一个要一般要贷款的囡仔厝内家境也无讲介好啦，咱坦白讲啦，啊囡仔信任你这个诈骗集团，你结果你反倒转来利用这个囡仔，啊这囡仔转来出代志唔敢讲。因为我有亲身一个亲情，伊的孙对，就嘛是民主问题，嘛唔敢去求助啊，唔敢求助，唔敢讲。等甲法院寄通知单来甲因厝的，因阿母阿嬷讲，啊，我这个孙哪有早起爱开庭敲我，我讲这可能是去用利用这婆啊的这个操作利用，嘛是甲起诉，啊起诉要哪？照拄啊咱律师们来讲的，和解。无好解，惊去用判囡仔尔，啊！你也判一个，后摆也有前科，一生就无去啊。伊后摆要去移民，创啊无方便啊。所以即马诈骗集团吼，伊是安怎？甲你掠来，伊毋是甲你骗来，光明正大，我咧应征，我应征人吼，来，你我来，我甲你讲白，我就是要用你的婆啊，你的婆啊来，或者我就是5万块互你啦。啊，你若要去缀我食大吼，用个婆啊袂当用为止，我5万互你，你甲我拄好讲过嘛。我搁15万，互你斗到20万啦，你就缀我大20工啊！咱住汽车旅馆，住倒位4个大，去你就哭起来，就像即摆这50几用反扣啊！啊，一般咱会求助无门的吼，咱若较早拍白说讲哦，拍到北啊吼，无路通走，才会去地下钱庄借钱的啦。尤其地下钱庄这个人吼，你钱借的这个人啊，无钱通害你要安怎？无要紧，我甲你的资料摕到诈骗集团，你诈骗集团，我甲你卖一摆。你已经无信用啊，啥物拢无啊嘛，你剩婆啊通用安尼嘛？诈骗集团我甲你用一摆，过来你省出去，无安尼好，无你甲我来出国，你甲我来吼，甘普西来咱来啊吼，做工来赌，你就看欠地下钱庄偌济，我一工5倍的钱互你，去都无去啊啦。所以咱台湾的人口的消息失踪遮济人，我去刚咧讲，有的我的迄分析咧，迄个专业内面就讲，啊这搞。人和你咧胡说八道，咱台湾治安哪遮好，哪有可能一年拍无2、3万人？我有数字的，咱这有统计，咱台湾目前为止一年失踪人口2万几个人，包括找有着、找无着，搁找一寡迄个消息无去的吼，占20%以上。啊，这人在倒唔知，完全无消无息，空中蒸发。所以即马诈骗集团，这已经唔是像较早安尼骗老人啊。即摆在咧抓来，无要互你走啊！所以呢，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治安的这个现象来看，台湾的这个诈骗到底是算作是台湾的特产，还是讲世界改善？就我来问教授吼，你有看这个国外这个文献，是咱台湾的特产，还是讲咱这个华语的讲的青出于蓝？是安怎一种情形，安尼产生了这特殊的这个情形？其实这个问题，免讲咱讲以前人定咧讲，这或者台湾之光啦，但是这毋是公差的代志啊，这毋是公差的代志。啊，尤其讲一寡别个国家，若讲有当时啊，过来遮，但是讲起来是介见效啦，来遮取经啦。因为因讲吼，咱台湾也是大下部，因遐差不多幼稚园的尔啦，所以迄一个技术，迄是差足济啊。所以讲啊，有当时啊，你讲进前足济讲啊，你讲啊去对面的阿拉嘛是互咱有骗过，啊尾啊一寡物件，佫会当甲这技术怎输出交流输出，啊愈来愈进化。所以拄仔咧讲嘛，这诈骗愈来愈进化嘛。你讲本来咧讲迄少年18岁，可能你是车手，你30岁就做首脑安尼。所以一直进化，一直进化，这或者这技术嘛一直在进化，所以讲这足侪代志，我感觉这个变讲这是另类的台湾之光，但是这是见小代啦。所以你讲台湾这个物件上好是会当拄仔在讲着，你讲向上溯源，还是讲断金流，这足重要啊。我要补充一个，就是讲拄仔有咧讲着咱这个或者有当足侪诈骗集团的一寡首脑拢创伫国外，啊伫逍遥。
因为可能一寡咱这个负责，咱检察官也好，啊警察也好，那咱在侦查的时阵白骹白手，是安怎安尼？那安尼讲，有当时你变讲，我那手机啊摕起来，我要传，你变讲啊，咱啊咧联络一个代志，这个有当时啊，这咱有一个功能或者什么收回，我随甲你收转来啊，所以你变讲我无证据啊，查无账啊，变讲几分钟以来你命令给你啊，紧收转来，这就差无，你若讲你要溯源去。约一寡，比如讲赖，也是讲什么脸书，迄种歹势，总部拢伫国外。有当时你若讲叫伊甲你帮忙，伊嘛无咧插你。这记录歹势，我无得提供，这是一个问题。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讲，人讲的科技侦查法，我感觉这足重要的。科技侦查法这个代志，因为我感觉一定要有通过。但是即马足侪人就是讲因为人权的问题，讲袂使啦，这些代志侵害的很多人权。但是你即马无通过，结果就是变成安尼。这是我想要讲的。是科技真杂化但是赵斌在恁这找新闻的过程当中，这不管是对法律面啦、对科技的侦查啦，还是对着民众的教育对一种你的感觉是较有效。是讲，譬如讲咱厝里是大人，咱就甲讲，那无捌的人，但是要拄着钱项的代志，你就爱来问我。但是安尼讲敢有效？是要安怎讲？是要咱做这个节目，甲这个处理是大人讲，你都唔通惊下面水，你若有代志就爱讲。但是事实上我嘛有朋友，伊处理是大人，一说5000万都无去，哇！这是啥？也要跳楼，也要来吊倒，要创啥？你感觉真自责。你讲我家己来讲好啦像阮母有当时阮妈退休啊啦，一个人伫厝里住，有当时厝的电话响嘛，卡来中华电信的，阮母也接到。伊甲问讲中华电信的钱是毋是无力？机啊是无力，讲机啊我有力啊，因为出来电话是毋是无力？讲去骗人的。尾我甲伊讲，不管你接到任何电话，只要要叫你付钱的，拢叫伊靠啊。这是我家己个人部分啦。阮朋友的部分，我嘛是安尼甲伊讲，只要一个原则，不管任何的状况之下，这个人只要要叫你去汇钱的，你莫插小伊。安尼上个基本会用防止家己向骗啦。当然种一寡戆大呆啦，像阮朋友有一个啦伊去算讲去打电话去要叫车啦，伊讲阮遮3000块啦，你就浪漫诈骗。伊爱买电视好啊，电视买，结果伊买了，车也无来嘛，骗的时阵伊较去问个对方搁来开，过来抢，过来干交。因为迄我啲朋友伊算我伫咧社会上我足高职务的一个人，伊有足惊的，唔敢讲。伊嘛唔敢讲，伊就是讲的民主问题嘛，靠我啊！我讲你我讲要采好啊，莫采咪，伊叫会惊啊，伊讲叫我靠对方，讲叫我骗对方讲我是警察，我讲莫采咪好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就是，要来讲，就是你只要要叫人去汇款的动作，你莫做就好啊啦。毋过你讲阮安尼。警察安那宣导，媒体安那写到尾人讲的嘛，这叫啦傻瓜比例原则啦。戆大呆比例原则。真的，你无管你警察安那宣导，政府安那宣导，媒体安那写，你看骗人嘛是永远嘛有啊。所以讲今日有新闻看了，银行迄老伙仔去，讲说我熟悉一个某某人，我寄钱互伊，行员警察5、6个该炸，伊个硬死要回返啊，讲袂出车啊，你要安怎？你使无法的嘛？你甲现场甲机啊摕来，甲对方讲话啊。伊个讲，你莫管，就法甲伊讲好啊。你讲到尾啊，你掠讲啊，掠讲到尾啊，到尾是银行拒绝回转账，干那这步尔。毋过伊的，这是伊的自由啊。如果我就互伊唔通转啊。就是讲，警察甲行员一直甲伊讲啊，伊个人就坚持伊莫转的啊。伊就是已经规个人去拖去啊啦。是，对啊，这就使无法嘞。咱所在其实行政院在去年的7月份就用14亿的经费，要成立打诈国家队啦。照片就随了，你小等互你讲。加开啦。小等互你讲来，再请律师来讲，这打诈国家队所以去年这个诈骗的案件甲金额创新高啦。去年的诈骗的财损超过60亿，近5年偌济？观众朋友你敢知？
241.5亿咧。哦，这实在是真济呢吼。所以这打杂国家队到底这葫芦干仔内面是卖啥物药？就你特殊的层面来讲，第一啦吼，我是感觉讲诈骗这个物件，你成立这个所谓打杂国家队，你若是干那一个名称，你无具体的这个做法，无论是像咱拄仔先前讲的，吼，黄金流，还是像咱记者讲的，吼，这个教育，你要有一套完整的做法。我是要主力要放伫倒位。即摆咱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打杂国家队，大概就是咱讲的头疼医头，骹疼医骹。哦，发生这个什么款的代志，我都甲经费伫遮加做过。哎，对，吼，哦，修法，哦，就是因为这个柬埔寨有死人啊，还有，哦啊，即摆那万不离连讲搁一个什么？老伙啊，还是讲少年人向骗足侪钱，就安尼，像讲钓岛嘿啊，还是讲跳楼啊，甚至佫发生佫较大的事件，哦，啊，我就佫来加强这部分的教育。所以，在我看来是无一个完整整体的这个咱讲配套的措施，哦，就变讲你钱开。虽然是开，虽然是有意思，但是实际上14亿其实讲也无够呢，吼，无济呢，吼，14亿是无，就凭你打水摇头，是摇头啦。你开14亿哦去做这，啊骗的旧年讲啊200几亿嘛，迄就敢若卡毛安尼啦。啊你开14亿，讲话政府哦，讲我三面歹势啦，啊叫做起三面歹势，迄就毋是安尼用的啊。你14亿你不如省的，你不如讲，甲警方、甲金融机构、甲法务部。大家去研究一个较好的方式来做较对。你唔是讲家己成立一个什么国家队，讲要打诈，你打诈打到现在打成这种程度，你怎么打诈？你不很莫名其妙吗？我是感觉讲这物件做的物件吼，我感觉算有淡仔吹牛，而且我感觉讲是夸大其词啦。他把整个国家打诈队的这个作用哦，讲啊伤过大，因为伊根本无达到原来他们低的效果啦。是，我先问王教授，再来请。这高警官，你过去办案的经验哦，教授，在恁这个犯罪防治来看，一般吼拢有一个通则，比如讲，头律师讲，要有系统性，吼，爱长期性，不管是教育面，还是防治面，还是法律的这个修正，在恁来看，如果这要按一笔钱要你用，你首先要用伫倒位？我主持人在讲一个重点，我感觉这里就是人讲的科学的科，国际的际，叫科技整合，跨学科或是跨平台的整合。我感觉这足重要，科技整合这足重要的，就是讲我无共的或者学科，还是无共的系统，爱来做一个整合。我感觉这足重要的，唔是讲拄啊律师在讲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唔是安尼。因为这，比如讲你讲，我感觉这几方面拢爱做。首先，你讲。我伫犯罪防治的立场，我嘛是赞成讲宣导足重要的，宣导，因为足侪人你讲，对啊，就头头律师讲的，我真正大开眼界呢。对律师咧讲这，有当时人吼，我感觉即摆人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咱上好是卖去甲警察、甲法院有一寡交叉，因为迄一定拢是无好的代志。但是我感觉这个观念一定要改。有当时颠倒头来讲，咱检察署也是咱法院，凡事都会咱来办这活动，招这民众去看、去参观。啊，原来法院是生做安尼，原来检察署是生做安尼，大家对这所在实在是太陌生了。对一个警察机关一来讲，听到就惊，听到就惊。啊，你内底是生做啥样变咧嘛唔知影，啊，就是你入去看卖啊。啊，唔是大家吼，警察都看起来足迄个话嘛足和善的啦，吼。啊，你讲检察官唔是但看起来拢迄个法官唔是讲，都看起来拢足歹的，嘛是有足和善的，爱互民众知影。我感觉这个宣传足重要的。啊，有当时你讲向下扎根嘛好，还是讲你讲遮老伙人，若讲反正伊若讲老伙人若有机会组一团，啊，比如讲里长带队去看，我感觉这拢会使。阿公阿嬷呐，阿公阿嬷去看卖啊，带去校园呐、社区啦，对啊，要带去看啊。我感觉这唔是袂使，啊，这唔免开偌济钱呢。这是讲，变讲，你来讲会当去看看，啊救一个啦，还是讲等于甲这好多种子会当去发给，这嘛袂歹啊。系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讲，你讲，这我拄仔对讲到这一个科技的问题。即摆有一个物件，我感觉一定爱足小心的，或者第三方支付。
是安怎讲？以前我要甲你买物件，以前无付款啊，无汇款啊，无我的信用卡甲你录就好。但即摆毋是啊，第三方支付是另外一个平台哦。变讲我即摆信用卡去绑定这个平台了，啊用第三方这个平台再去付款，就处理啊。但是你若讲这个物件愈复杂，啊你有当时你若要查这个金流愈困难。所以这第三方支付这个物件嘛是足重要，我感觉这物件嘛是爱去注意。所以讲，你讲这跨平台重要无重要？足重要啊！你讲金流要安怎行？有当时啊，你讲传统行袂行？有当时即马第三方支付，我惊讲有当时啊，若把关不严格，反正我若讲取得你的或者账，或者你的什么账号加一寡密码，我钱嘛处理啊，无一定爱你的信用卡呢。我用你的，我有法度登入你第三方支付的一寡迄个账号密码，我就处理啊。所以我感觉这个物件嘛足重要的。啊，过来，都讲到这修法的问题，修法我感觉这是应该说这是同步进行啊。我讲拄仔讲教育，啊讲这科技的物件，啊是讲我拄仔咧讲科技侦查法一定爱有机会修法会通过。无讲实在，你若要侦查，拢白骹白手啦。尤其这境外，啊是讲你若要做一寡代志，你根本无法度去查嘛。啊，你讲查歹势哦，啊你讲依诈迄个或者警察的足侪物件，就是白骹白手拢无法度去查，啊无法度去查，啊对境外你佫无法度查，安尼就麻烦的哦。以前讲或者迄个什么车，或者讲迄个有人讲尾啊判无罪，因为你的侦查的部分是违法侦查，所以讲到最后可能那个结果不能被采信嘛，证据不足以被采信嘛。所以讲这是全方位，要各部会真的是要好好坐落来。大家有问题拢要弹出来，拢要讲个清楚。啊，跨平台，而且变讲我这个关度爱有够，可能你爱行政院的层级，你讲已经成立打造国家队啊。因为这个问题已经真严重啊，呢，7年打造国家队是啊，伊打造国家队，你有这个层级，你接管的层级，成立这个单位。国家队啦。对，国家队啊，你跨平台，大家部会拢找来讲看卖啊，有啥问题？你讲迄个经管会，啊是讲一寡之间流向不明嘛，爱处理。无你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永远处理不了啦。好，这吼法律面我希望上要留这个律师来讲吼，像这个警官吼，在他拄王老师所讲的，是这办案白骹白手吼，或者是讲无法度侦查，这个科技的整合，你个人认为？因为咱即马台湾警察的一寡装备设备是愈来愈先进，愈来愈进步啊。但是较早咱咧讲的吼，蘑菇一笑，道高一丈啊，即马是道高一笑，蘑菇一丈啊，变过来啦。你即马警察有啥物方法哦？伊买的物件加石头啊，比你较先进啦。你根本就对伊袂着啦。你今日警察，你开一台车，你开一台国产车，伊甲你开跑车，你根本就踮咧路，你就认袂着啦。因为咱台湾的安怎，定定掠着即个被害人吼，掠着即个加害人啊，拍到尾也变成被害人啦。官司拍到也变成被害人啦。阮捌掠过一个金光党的诈骗的集团吼。迄个首脑，翁仔某首脑，在阮的笔录内面是拢坦白了真清气啊！去甲法院讲哦，我互迄警察拍，所以吼，其实我去用要威胁的一个叫做文章啊，叫阮翁仔某去做，无要甲阮两个灭扣啊！啊，哪有这个文章啊？用生这个文章啊出来啊！伊加害人骗人的钱，转来互阮掠着，成了拍官司拍到尾也变成被害人啦。所以你像即摆囡仔。你去做车手，你去共领钱，户头借人家啊，后壁你看起来即摆是帮助犯，犯后壁甲你讲的，伊这是第三者的，伊毋是犯伊毋是要去甲你骗的，伊是国去用骗去的。咱有一个讲做第三个，即个第三，迄个，敢若买中古车共款，我卖车，你甲我买车，这台查拉车你毋知买去这台车扣起来，要扣我车主还是要扣我你？所以，咱台湾即摆是司法破病，这个司法爱长紧，就是规个司法爱改革。咱爱甲每一个司法的头一粒一粒甲抓出来，到底是这个源头出在倒位毛病，螺丝倒位拎去，爱甲这螺丝锁好，爱抓糖，毋是咧抓人。所以你即摆甲这个，你爱甲源头甲长出来，咱的发生点到底是毛病出在倒，咱台湾的司法出在倒。这个点出来倒，啊，你压出来才有效，唔是安尼讲这个打这个，讲迄个巴肚疼打肚仔，目睭疼打白白，安尼拢无效啦。来，律师，这爱抓糖哦，到底这法律来是科技整合，你来做一个小小结论。好，咱先讲到科技的这个整合吼，我先补充这个刑警所讲的一点，即马咱警方办案的科技其实是非常厉害，但是我甲各位报告。
早期集团因的电脑其实嘛是非常厉害。我甲各位报告，每一个早期集团，因内底拢有一个工课或者职务叫做电脑手。对，这形象应该讲真清楚。你知影，这种电脑手伊的层级，拢是骇客等级，高手，拢是非常厉害的高手。所以我非常赞成王老师所讲的，这个科技侦察的这个法律一定要对着脚步，因为你无法度去突破这个早期集团因的技术，你根本就免想要去掠啥物人，掠啥物头，你掠袂着汤。因为安那，因为因开钱无限制，我今日一工骗200万，我等落去，佮拼落去。对，我开3000万来创一套电脑，足简单的，对伊来讲。但是咱国家要开3000万去替警方买一台电脑，经过创啥？你知影要经过偌济天数无？无可能。所以这就是讲，咱拄仔你讲的，打炸国家队，钱要开打爱开。